我婶儿，等会儿我婶儿，我婶儿，你干什么臭迪啊？我个婶儿，不给你我。然后你看，不听话，护着你护着他们干什么？你还护着他，去，打你，揍你，说不听话了啊？来吃东西了。好嘞，揍李逵啊！揍你。我个婶儿，不给你我。你看，